Hello，各位朋友，小弟算係一個10年來嘅心願啦。咁今次終於第一次喺香港舉辦呢個辟谷嘅修行。咁啊，話說10年前就係因為呢個修行啦，其實一個旅程嚟嘅，即係唔係就咁做完一次7日斷食咁就改變人生，咁就唔係。其實當時我自己都係一個過程嚟嘅，即係打開咗一道門。咁啊，由7日啦、14日啦、21日啦，即係一個旅程，一路慢慢漸進落去。咁當時我第一次上完辟谷之後呢，其實我心入邊已經有個種子，就係究竟可唔可以喺香港有一日可以舉辦到呢樣嘢呢？我都知道香港有人舉辦，但係你話長期定期去做，而又即係可能建立到一個一定嘅基礎呢，其實就唔多。咁今次呢，即係個緣分到啦，終於請到我哋當時即係非常之犀利嘅老師啦。咁啊，其中一個係極有智慧嘅劉老師，基本上你問佢咩呢，佢都答到你嘅。即係你問佢人生上面所有嘅困惑嘅問題啊、方向啊、應該點樣諗嘢啊，基本上佢都即係我未見過係咁有智慧嘅人，即係可以解答到你所有嘢，而解答完之後呢，你係覺得好舒服嘅。咁另外有啲老師就能量好高啦，即係可以變咗喺你辟谷嘅時候，身體可能出現咩狀況呢？即係佢可以提供一啲協助啦，亦都係即係當時佢哋，因為呢班老師呢，其實咁多年呢都已經培訓過好多、帶過好多辟谷嘅學生噶啦，已經咁啊，我都喺佢哋口中呢聽過好多奇蹟嘅一啲案例。咁但係我哋就唔想用奇蹟啊，或者為你有咩病就醫好你啊，做一個賣點，做一個吸引啊。因為去到最終，其實成個辟谷修行，除咗修身之外呢，最緊要就係修心啊嘛。最緊要就係搞掂你嘅心念啊嘛。因為萬法由心造，所有嘢就係由心念引起嘅。即係點解呢個辟谷5月頭呢個辟谷會搞呢？其實就係10年前一個心願啫嘛。即係你諗下，點解人類上太空，人類發明咁多嘢，人類即係文明又好，發展到今時今日，其實所有嘢都係一個念頭產生啫嘛。咁而今日我哋無論身體上、生活上、關係上、事業上、健康上嘅種種問題都係由心念帶起啫嘛。咁所以今次修行呢，係即係希望由心出發，我哋會由淺層啦，慢慢去深層啦。咁啊，同大家一路呢，去即係由淺入深，由外到內，由一個有形到無形，即係慢慢去最終個答案出發。我自己覺得係即係人生如果有一個咁嘅福分可以參加，絕對係即係 once in a lifetime，即係一個好難得，亦都好有福報先至可以參加到嘅一個活動。咁7日首先講到會攞到啲乜嘢，咁亦都講翻頭先個問題啦。點解我哋個辟谷我哋唔會用可以醫到好多嘢啊，可以改變到乜嘢啊？做一個巨頭呢，呢個就係嗰個根本嘅問題啦。如果雖然過往好多呢啲咁嘅奇蹟發生，好多唔同嘅例子案例啦，但係如果我哋用呢啲例子去做推廣嘅話呢，第一只會吸引到有呢方面問題嘅人過嚟，第二就係往往會有一個因果嘅問題，有一個因果顛倒嘅問題，就係因為頭先所講啦，所有嘢由心做啊嘛。如果你個心念係冇改變，其實就算有最好嘅藥物、最好嘅治療方法呢，其實都係短暫。OK， 所以你見到好多癌症點解會5年內復發機會咁大？大部分癌症5年內復發都係超過5-6成嘅機會，因為當初醫嗰刻，其實嗰刻係冇咗啲癌細胞，但係後邊呢，因為心念冇改變，其實個結果長遠結果都係冇改變。OK， 咁所以我哋就唔想用呢樣嘢去招來呢個第一。第二樣嘢就係變咗個責任會推咗去主辦方身上，即係喂，你話搞得掂噶嘛？點解我又搞唔掂呢？等等，咁就衍生出好多呢啲誤會摩擦。咁所以我哋就用一個叫做靜心啦、養生、養心一個修行嘅
一個基礎去慢慢去推廣開去。Hello， 多謝你聽到呢度啊！如果想繼續聽埋落去呢，歡迎去 Patreon 登記會員啦，亦都有更多深入嘅內容，同埋我哋係一個靈性同財富自由雙收嘅一個 community 啊！期待見到大家，拜拜。